台南美術館長期關注台灣當代藝術甲的國際交流，即間推出雙城記台南甲的熊本當代藝術展，由策展人黃德新來策劃，以着城市甲的時間為策展的核心，希望透過兩座城市之間的藝術對話，展開跨越時間甲的地域藝術的交流。在2026的時候，從南美館開始，感謝南美館支持在南美館做聯展。那2027年會到熊本來依序的展出我們3位藝術家的個展。那這一次其實我就介紹一些小亮點哈，我們有準備一個小小的幸運鉛筆，大家鉛筆，等一下可以到後面來領取。那裡面呢都常有一些那個吉祥話，這樣大家可以來抽取一下，看看裡面是什麼。那也期待大家可以透過這樣的淵源來一起到可能在台南旅遊，然後也到熊本來旅遊。那在旅遊同時也認識到我們台灣3位很重要的藝術家，林宏文、楊茂林還有常林，這3位很重要的藝術家。我剛剛特別看了3位老師的作品，非常的現代，非常現代。當然裡面也看得出有傳統的底子跟功力。然後非常值得大家來欣賞。從5月21號到9月27號，那明年是會到這個熊本去展覽那這個我們也很歡迎的日本的藝術家也來台灣展。那我們這3位藝術家到日本把他們的文化、他們的藝術發揚光大，可能是台灣之光，還是台南之光。非常的感謝各位。即間的展覽邀請3位台灣藝術家，有楊茂林、林宏文，甲常林，對不同的面向回應當代的處境。佇個開幕式當中，包括市府副秘書長徐建林、文化局副局長林偉旭，以及日本熊本現代美術館的副館長坂本賢子，嘛攏親自出席。現場並且邀請日本陣表演老師的演出。吸引媒體藝文人士到場參觀。即間的雙城記台南、熊本台灣當代藝術接力展，對今日起佇個南美館將展到9月27日，預計明年2027年將延伸到日本的熊本現代美術館來展出。台南新聞林彥根採訪報道。